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，英國今個銀行假期週末將會有天氣轉變。大部分地區會落大雨，結束過去30日乾旱天氣。氣象局話，星期五晚開始有雨帶由西面移入，星期六起多雲加驟雨，其中蘇格蘭西部嘅雨量最多。星期六晚再有大雨，星期日清走，但仲會有陣雨同大風，風速最高可達每小時50英里。氣象學家話，呢輪濕冷天氣會持續成個星期。之後先會轉返乾爽，雖然對出街有啲影響，但對乾旱地區嚟講，呢場雨都算係及時雨。詳細新聞內容：今個英國銀行假期週末天氣唔係幾好，可能會打亂大家嘅戶外計劃。預計大部分地區都會落大雨，不過氣象局話唔一定係壞消息。英國氣象局 Met Office 嘅氣象學家米曹 Becky Mitchell 話，今個春天最後一個星期嘅結尾會係比較濕。最近英國好多地方已經成個月冇落過雨，而家終於會有啲可貴嘅雨水落返嚟，幫下啲乾旱嘅地區。氣象局話，星期五晚開始西面會有雨帶移入，之後會影響成個英國。之前氣溫一直都係20幾度，不過嚟緊個週末會跌返落去正常水平，加上有風，可能會覺得再涼啲。米曹補充話，過去幾個禮拜天氣好乾好穩定，有啲地方足足30日冇落過雨。今個銀行假期會有啲改變，對啲等咗好耐冇雨嘅地方嚟講，應該都算係好消息。星期六大部分地區都會多雲，北部地區會有幾陣大驟雨，普遍會落大約5至10毫米雨。而蘇格蘭西部甚至可能落到25至30毫米。到咗星期六晚，另一個雨帶會由西面吹入嚟，星期日早上會慢慢清走，不過日間都仲會有驟雨夾雜陽光。星期六晚開始風力會加強，吹到星期日，北部某啲地方風速可能高達每小時50英里，不過暫時就未有天氣警告。米曹提醒大家，如果假期打算出街或者露營，可能會遇到唔少麻煩。星期日、星期一都幾大風，唔會覺得特別暖，但亦都唔算凍。呢啲變化多端嘅天氣預計會持續至少一個星期，到6月2號之後先可能轉返穩定乾爽。副首席氣象學家奧利華 David Dalloway 就話，今個週末開始會見到一啲由大西洋過嚟嘅天氣系統帶嚟轉變。佢補充，星期日低氣壓會經過英國西北面，所以大風天氣會繼續，有啲地方會有陣陣強風同埋間歇性大雨，特別係西北部。不過南部同東南部就有機會保持乾爽。講返成個春天，英國其實經歷咗破紀錄嘅乾旱同陽光充足嘅天氣。氣象局話，今年4月係有紀錄以嚟最曬嘅一個4月，而英格蘭3月都係紀錄以嚟最曬。講星期六天氣概況，會多雲，早段落雨之後會清走，但之後西部地區仍然會有零星驟雨，雖然仲有啲風，不過會覺得有啲悶熱。星期日至星期二方面，星期日落雨嘅雨帶會慢慢向東清走，之後會係間中陽光加驟雨。星期一繼續類似天氣，星期二可能會再有較長時間嘅雨，整體比較大風，氣溫清涼啲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